啊，这样就对，这样就不用管它。我要什么时候再按一次？你就结束的时候再按就好。对，每一首都结束，每一首按一次。如凤老师是怎么请你通的？那没关系，就从头到尾就好，就从头到尾都不用过。对对。对对对，这样就有录进去了。OK，没问题，那我就不用写。没有，我他的设计方便，就更跟那个比较起来，隆重上传一下。坐下来开灯。他是不是听错了？应该是灯的声音。看谱有没有问题？原来的灯。那要不要把这个会有声音的灯关掉？这样呢？可以。好。好，可以了，辛苦了。
休息。